110年度的台中市优质无骨柑评鉴活动，总共有60组农友来参赛，大组提供3盒12粒的无骨柑来进行评鉴。我们会从它的这个大小均匀啦，这个光滑度啦，它油包的这一些细致。台中市农业局逐年都会举办评鉴竞赛，评审遵照外观、风味、甜度等等的项目来评分。评审嘛讲，今年无骨柑成熟后期温度较低，所以伫转色上比往年更较水。温度偏低的时候，让它那个转色会比较漂亮。台中市来讲啦，我们多山区嘛，所以日夜温差大，所以呢，我们茂谷柑的品质是比较有风味的。台中市的无骨柑伫农历过年前后陆续采收，今年成熟果子的全熟完整嘛累积搁较侪甜分。今年的无骨柑王是东市区的张建峰摕到的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